會無啦啦近排突破咧，其實佢有啲基本面有啲唔同咗嘅。咁當然啦，呢間公司好多股民都揸咗好耐時間㗎啦。有啲股民就話：哇，我過一揸嘅喎。其實呢隻股票咧出現咗少少財嘅動作，佢1蚊咧變咗做10蚊，即係10合1嘅。所以其實佢而家個股價咧其實係1.277，係啦，即係佢喺原本嘅股價。咁所以佢合咗之後，大家就以為佢升咗10倍啦，但係就冇咁誇張。但係呢間公司嘅基本面咧，其實喺呢1-2年咧出現一個幾重要嘅變化嘅。咁我其實做咗少少功課啊，因為咧佢近排突破，又多咗人。觀眾去問啦，咁所以就可以俾多少 information 啦。其實佢以前咧係有一樣嘢叫一體二翼嘅，即係佢本身佢鐵塔嘅業務就係佢做啲咩嘅咧？其實就係、你應該有出街有見過嗰啲電信塔咧，咪有個嗰啲基站，跟住有個三角形類似嗰啲咁樣。咁其實佢就係做嗰啲咁嘅塔嘅。咁佢本身嘅業務就係做嗰個嘢嗰個 construction 啦。咁而且佢 hold 嗰3間公司咧係大家都耳熟能詳嘅公司，就係有762啦、941。728係佢哋3個做股東嘅。咁因為咧呢啲公司都會比較穩定少少，所以你見到佢個股價咧，其實佢都相對穩定，係一個好難人係突破到佢一個護城河嘅一個公司啦。咁但係你見到咧呢1-2年咧，其實佢有幾大嘅轉型嘅，甚至乎佢係由一啲本身以前做一啲硬件上面嘅結構嘅通訊塔咧，轉做數字塔。咁其實佢有少少 AI 賽道踩咗少少落去嘅。咁而呢樣嘢咧，點解佢會呢幾日突破咧？就係因為咧佢近排就開咗個會，咁佢就話佢本身嗰啲重資產嗰啲建設嗰啲塔，即係嗰啲通訊塔，就話折舊完畢咗，咁就有機會可能翻到個盈利翻嚟，甚至乎可能會有機會會出現有派紅利嘅情況出現。